店面，店没有闭口吧？店面，店兵，哎，对，所以它这个 M 是从为了后面，对不对？衣食住行怎么讲？衣食住行哦，主行，还衣食住行，是衣食住行。那这是我们第一次演夫妻，那北安老师呢很可爱，他很紧张，他觉得台语好难讲，对他来讲。那其实我觉得北安老师让我非常敬佩的一点，就是他不会讲台语，然后一个字一个音这样学，让我觉得很感动。他的那个剧本是下盖已经吼回巴里喵，我都不知道你在想啥，有数字的，也有 b 的，会有英文的都有哎，他好厉害哟。然后就一直念，一直在练台语，一直在学这样子，然后走到哪里我都听到他的声音。呕心完了，呕心完了，呕心完了，呕心完了。一直要把那个台词把它顺好，然后讲好，然后讲得很流利，因为他的台词里面还要有情绪表情啊。逐工啉10桶的呕心完了，以是稳定水啦。成片其实初剪已经出来之后，然后有一天我们接到一个指令说，我们里面只要有台语不正确的发音，全部都请演员重新回来做配音。因为老师的理念就只是为了希望说传承一个正确的东西。有很多是咬字的微调，声腔很容易会一点点跑调，它就完全不一样。然后那个在初期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挑战，因为我们真的听不出来到底哪里不一样，就是这样就完全不一样。这件事情虽然说就是也花了很多时间，可是我们觉得就是哇，好有意义哦。好了，谢谢，谢谢。OK，补了一个生字。